来看这个特别动静的保育类台湾白海猪，即阵是存无到60只。着保育团体伫1个月12出海，伫咧大渡溪口隔江发现着9只的白海猪，其中2只是海猪仔囝。这也是对2017年以来，搁再观察到这个所在有遐尼大阵的白海猪。规定的白海猪伫海里游来游去，真足看粉红色的白海猪边仔个对细只的海猪仔囝。保育团体甲生态纪录片导演简玉群1个月出海，伫大渡溪口发现9只的白海猪，这嘛是人8年搁再看到这么大阵的白海猪。2017年之后，在白海豚的目击状况就是愈来愈少。阮的推测就是讲，可能就是离岸风机啊，还是台中港的一些建设啊，互因就是暂时离开迄个所在那呢。上特别就是讲，一阵内底有几啊只较年轻的海猪啊。常在伫旧历3月出现的台湾白海猪，佮号做马祖鱼，即边发现的白海猪有2只幼体，1只亚成体，代表白海猪族群有继续咧生态。而且翕到影片会当看到白海猪妈妈有咧教囡仔安怎掠鱼的动作。保育团体讲，这是真珍贵的记录。因为阮发现的所在咧边仔拄好有鱼面咧放铃啊，所以遐。就是代表有鱼群，有鱼群的，所以海猪妈妈带囡仔去遐找鱼仔食，教因安怎掠鱼仔，伊的尾会压起来，甲伊下潜落去。啊，囡仔伫边仔，因是咧踅来踅去的，因有冰刀，啊，佮安尼冰来冰去伫遐耍。保育人员表示，因去年12月伫台中的火力发电厂出水口附近有观察到4只白海猪，即届看到9只数量，对因来讲是真大鼓励。接落来，因伫5月会开始进行无人机的海上观察，继续调查台湾白海猪的影像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